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Nona 教歐織。今日我會教大家做一個有3種顏色嘅格仔束口袋。首先，我哋要有3種唔同顏色嘅線。第一種，我哋需要係素色系嘅線，例如杏色、白色咁。之後2隻色，一隻會係深色，另外一隻會係淺色啲嘅。今日我就會用到呢一種8股嘅棉線嚟歐織。今次我哋會用2.5mm嘅鈎針，同埋一啲輔助工具。首先，我哋會用到素色系嘅線，先鈎織33個鎖針。而家我哋鈎織咗33個鎖針，接住落嚟，我哋會喺倒數第5個鎖針鈎織一個長針，繼續鈎織多4個長針。喺最尾一個長針，翹完第一下線之後，我哋會進行換色。我哋會換淺粉紅色線，喺第6個長針嘅第2下翹線，我哋會用淺粉紅色線。然後會用淺粉紅色線鈎織6個長針，同時會將素色系嘅線隱藏起嚟。喺第6個長針做完第一下翹線之後，我哋會換返素色系嘅線，進行第2次翹線。繼續鈎織6個長針，亦都喺做第6個長針嘅時候，
第二下翹線，用淺粉紅色線繼續勾織6個長針，喺做第6個長針，好似之前咁，喺第2下翹線換色，繼續勾織6個長針，但係去到最尾，我哋會一直用素色系嘅線完成第6個長針，之後我哋會整袋嘅另一邊，喺最尾嘅鎖針勾織一個長針，頭先最尾嘅鎖針變咗做另外一邊嘅第一個針目啦。第2都係勾織一個長針，勾織多4個長針，喺第4個長針翹完第1下線之後，我哋會換淺粉紅色線做第2下翹線，用淺粉紅色線勾織6個長針，喺第6個長針第2下翹線，我哋又換色啦。餘下嘅針目就好似頭先咁，喺第6個長針嘅第2下翹線，我哋會換色。去到最尾個行，第6個長針，我哋會用素色系嘅線完成長針，
然後我哋會喺另一邊嘅第一個鎖針進行引拔針，勾織3個鎖針，同時將淺粉紅色線放返喺前邊，勾織5個長針，喺最尾一個長針嘅第2下翹線，我哋會換粉紅色，用淺粉紅色勾織6個長針，淺粉紅色第6個長針嘅第2下翹線又換色，繼續同樣嘅做法。我哋會一直勾織完成呢一行。喺做最尾一個長針，第2下翹線，我哋會換淺粉紅色，然後進行引拔針，勾織3個鎖針。今次杏色線會收喺入邊，用淺粉紅色線勾織多5個長針，喺最尾嘅一個長針第2下翹線，我哋會進行換色。我哋會換深色嘅線，我用嘅係深色啲嘅棗紅色線。喺第2下翹線，我哋用深色嘅線。之後勾織6個長針。喺第6個長針第2下翹線，我哋會用淺粉紅色
然之後用淺粉紅色線勾織6個長針，最尾一個長針，第二次翹線，換返深色嘅顏色，然之後用深色線勾織6個長針，亦都喺最尾一個長針第二下翹線換色，然之後用淺粉紅色線勾織，之後最尾一個長針第二下翹線，換返深色嘅顏色，你會留意到會見到有個格仔紋嘅，素色係淺色、素色、淺色、素色。然之後另一行格仔紋就會係淺色、深色、淺色、深色、淺色。呢幅圖顯示咗3種唔同顏色嘅配搭。袋嘅另一邊亦都會係同樣嘅圖案。喺最尾，我哋會用淺粉紅色線進行引拔。然後3個鎖針，將深色線拎出嚟，然後勾織5個長針。喺最尾一個長針第二下翹線換色，然後用深色線勾織6個長針，用嘅顏色亦都會同之前嗰行長針一樣，淺色、深色、淺色、深色、淺色，一直去到最後。可以見到我哋而家進行咗4行嘅長針勾織，呢一行有素色、淺色，然之後下一行格仔有淺粉紅色同埋深色嘅。我哋之後亦都會做多同樣4行嘅長針。
唔同嘅顏色。而家我哋織多咗4行長針，總共2行唔同顏色。我哋之後會再織多4行長針，2行唔同顏色。然之後喺最尾嘅2行長針，我哋會做素色淺粉紅色。我哋總共勾織咗7行嘅格仔，每一行用2行嘅長針。去到最尾，我哋會用素色系勾織索繩嘅部分。我哋用素色系嘅線勾織4個鎖針，然後勾織長長針。我哋會沿住最後呢一行一直勾織長長針，直到最尾。去到最尾，我哋會勾織一個引拔針，然後一個鎖針。我哋喺最尾呢行會喺每個針目勾織短針。去到最後剪線，收起線尾。而家我哋要做2條繩，我哋會用素色系嘅線勾織80個鎖針，織咗2條有80
過鎖針嘅線。我哋而家要將每條線穿過去索繩袋。另一條同樣做法，不過就會喺另一邊穿過去。穿咗兩邊線之後，我哋要每邊打個結。剪線，剪線。咁就完成咗呢個咁可愛嘅格仔束口袋啦！祝大家歐織愉快，拜拜。